參考翻過去數據，喺經濟成功避免陷入衰退嘅前提之下，我哋發現每當美元轉弱嘅時候，亞洲股市一般都能夠獲得唔錯嘅回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Village Bank 嘅 Alpha。面對減息週期，有咩投資機遇？投資者又應該點樣部署呢？今日我哋好榮幸請到 Value Partners 維理基金分銷業務高級總監 Samuel 林立輝先生同大家分享一下。Hello Samuel 啊，維理基金對美國減息有咩睇法呢？我哋都留意到短期有幾個可能會影響到聯儲局減息路徑嘅因素。首先，美國政府早前嘅停擺已經令到當地唔少就業數據係未能如期公佈。如果後市有關就業嘅數據陸續公佈翻出嚟，而同市場預期唔一樣嘅話，咁就有機會改變市場對聯儲局嘅睇法㗎啦。另一方面，中美之間嘅角力同埋嚟自關稅之間嘅通脹壓力，其實都有機會限制美國進一步寬鬆貨幣政策嘅空間。所以作為基金經理，我哋同時會關注企業自身嘅盈利能力，到底能唔能夠延續落去，先係呢一個時候嘅關鍵因素。阿 Samuel 話：如果美國繼續減息，咁就有機會令美元疲弱啦。咁弱美元之下，咁有咩投資機會呢？參考翻過去數據，喺經濟成功避免陷入衰退嘅前提之下，我哋發現每當美元轉弱嘅時候，亞洲股市一般都能夠獲得唔錯嘅回報。至於行業方面我哋預計翻全球對人工智能產業，即係 AI 佢哋相關嘅產品需求將會非常龐大。喺今日大環境之下，我哋會比較偏向 AI 科技相關嘅增長股票。而喺區內其實都有唔少相關嘅投資機會嘅。而地區方面我哋除咗韓國嘅股票有望受惠於呢個投資趨勢之外，當地政府支持經濟嘅政策，亦都有機會吸引到更多嘅資金流入當地。當然喺亞洲之中除咗股票之外，區內嘅債券都係一個唔錯嘅投資選擇。不過要留意嘅係而家嘅估值計算的話，亞洲債券嘅資本增值潛力可能會比較有限一啲。未來嘅收益好大程度上面會以債息嘅收入為主嘅。咁參與亞洲市場，投資者應該採取乜嘢嘅投資策略呢？投資者喺參與亞洲市場嘅時候都可以視乎翻自己對唔同資產嘅睇法，或者本身自身承受風險嘅能力，揀翻啱自己嘅投資選項。例如如果投資者係希望用一個比較均衡嘅投資方式去參與的話，一個股債兼備，同時有定期派息嘅投資組合可能會比較適合你。相反如果投資者只係想買股票，但係又怕風險太高的話，一個主力投資翻喺區內高息股嘅投資策略，就可能會比較適合翻呢個投資者啦。今日好多謝 Samuel 俾咗我哋咁多投資 tips， 投資者可以超前部署2026嘅投資策略，喺投資路上得心應手。